張柏芝要結婚了，對象不是謝霆鋒，而是一個據說背景深不可測的圈外富商。婚禮地點選在了溫哥華，那座當年謝霆鋒向她求婚時，曾經包下整個沙灘放煙花的城市。消息傳回香港，輿論炸開了鍋，可誰也沒想到，第一個做出反應的，竟然是已經多年與張柏芝保持着客氣距離的謝霆鋒。他正在內地錄製一檔美食綜藝，收到消息的當下，據現場工作人員回憶，他手裏那把用來切魚生的刀，就那麼懸在半空停了整整10秒，然後他摘下圍裙，跟導演說了3個字：我不錄了。違約金是8位數，他連眉頭都沒皺一下，直接訂了最近一班飛往溫哥華的航班。所有人都瘋了，經紀人電話被打爆，謝賢在記者追訪下也只能無奈攤手，而謝霆鋒在登機前被倒在閘口，面對鏡頭，他摘下墨鏡，那雙曾經被稱為全香港最會演戲的眼睛裏，沒有憤怒，沒有嫉妒，只有一種近乎悲涼的決絕。他說：我對不起個仔，他唔配幸福。這句話像一把刀子，劃破了這些年來所有人勉強維繫的體面，也把那段塵封已久的婚姻重新血淋淋地撕開在日光之下。當謝霆鋒那班國泰航空的班機劃破溫哥華上空的陰霾時，他或許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這不是一次體面的祝福，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攔截。他太了解張柏芝了，了解他那種飛蛾撲火式的愛情觀，了解他在每一次受挫之後總想用一段新的關係來證明自己依然被愛着的倔強。當年他嫁給他，不就是這樣嗎？在經歷了那場幾乎毀掉他演藝生涯的照片風波之後，他躲在家裏不見人，是他牽着他的手走出去，告訴全世界他會撐起這個家。可最後呢？正如導演王晶多年後在訪談節目中所透露的那樣，那段婚姻從始至終就是一場火山撞上冰山的災難。拍攝《無價之寶》時，張柏芝在片場一邊給同星們煮意大利麵，一邊對着電話罵謝霆鋒，所有的怨氣和不滿在所有人面前暴露無遺。王晶當時就搖頭，說這樣的婚姻很難維持得久。張柏芝的情感是外放的，是熾熱的，她需要即刻的回應和毫無保留的偏愛，而謝霆鋒是內斂的，甚至是冷漠的。他習慣把所有情緒吞進肚子裏，用工作來麻痹自己，哪怕是在家裏面對妻子和孩子，他也常常是沉默的。這種性格上的南轅北轍，在外人看來是互補，在日夜相對的夫妻眼裏，卻是鈍刀子割肉般的折磨。離婚後的這些年，謝霆鋒把所有的精力都投進了廚房和生意場，他做12道風味，把對食材的苛求當成了新的人生寄託。他以為自己已經修煉得百毒不侵，以為只要給夠贍養費，讓2個兒子住最好的房子，讀最貴的學校，就算盡到了做父親的責任。可這一次，當他得知張柏芝要再婚的消息時，那份被壓抑了10幾年的愧疚和憤怒，像火山一樣徹底爆發了。他比誰都清楚張柏芝那看似堅強的外殼下有多麼缺乏安全感。他怕他再一次因為一時的感動而衝動，怕他選錯了人，最後受傷的不僅是他，還有他那2個還未成年的兒子。飛機上，空姐認出了他，小心翼翼端來一杯他平時最愛的港式奶茶。他看都沒看，只是死死盯着窗外的雲層。他在想，如果當年自己不是那麼倔，如果在那段婚姻最難的時候，他能放下所謂的大男人主義，多陪陪他，多跟他說幾句話，是不是結局會不一樣？是不是就不會有今天這種荒唐的局面，讓他以一個前夫的身份，拼着違約賠錢也要飛去阻止另一個男人走進他的生活？溫哥華的機場裏，謝霆鋒的出現引起了巨大的騷動，當地的華人媒體早已聞風而動，閃光燈連成一片白晝。他沒有閃躲，也沒有像以往那樣擺出冷酷的表情，反而暫定腳步，對着圍堵上來的話筒，一字一句說得異常清晰。他說他不是來搗亂的，他是來盡一個父親的責任。他直言，離婚協議書上寫得很清楚，2個兒子的撫養權雖然歸屬張柏芝，
但涉及到孩子重大的生活環境變動，必須要經過他的同意。他質問張柏芝是否已經跟兩個兒子開誠布公地談過，是否考慮過 Lucas 和 Quintus 的感受。如果他沒有記錯，大兒子正處於青春期的敏感階段，小兒子也剛剛適應了新的學校。他越說越激動，聲音裏帶着一絲難以抑制的顫抖。他對着鏡頭，也像是對着張柏芝喊話：我知呢10幾年，佢一個人湊大兩個仔好辛苦，我好多謝佢。但係幸福唔係咁樣定義嘅。如果佢覺得再結一次婚就可以填補到以前嘅嘢，咁佢就大錯特錯啦。這番話迅速在網上發酵，有人罵他霸道，離婚了還管前妻嫁人，也有人嘆息，覺得他終於說出了藏在心底10幾年的軟肋。他一直覺得自己虧欠了兒子，而張柏芝的再婚，在他看來是對兒子們穩定世界的一種顛覆。謝霆鋒並沒有直接衝去婚禮現場，他選擇了一種更謝霆鋒式的方式。他租了當年求婚時同一片海灘旁邊的那間海景餐廳，然後透過中間人給張柏芝遞了一張紙條。沒有人知道那張紙條上寫了什麼，但據張柏芝身邊的化妝師事後洩露，張柏芝看完那張紙條後，在化妝間裏哭了整整1個小時，哭到眼線都暈開了，嚇得婚禮策劃師不知所措。其實謝霆鋒在紙條裏只寫了2件事：第一，他查過了那個富商的底，對方在馬來西亞的生意涉及高風險的槓桿操作，表面風光，內裏隨時可能爆雷。他不希望張柏芝重蹈覆轍，為了所謂的避風港反而跳進另一個火坑。第二，他提到了兒子 Quintus 最近在日記裏寫的一句話：孩子說媽媽最近總是半夜偷偷哭，他不想媽媽哭，但如果媽媽嫁人會開心，他也會努力叫那個人爸爸。謝霆鋒說他讀到那句話的時候心都要碎了，他質問張柏芝：你真的準備好讓我們的兒子叫一個完全陌生的男人爸爸了嗎？你確定這個男人能像我一樣，雖然不是個好丈夫，但至少不會讓孩子受到一絲一毫的傷害？這直擊命門的2件事，讓原本鐵了心要開始新生活的張柏芝出現了動搖。他知道謝霆鋒不是來砸場子的，這個曾經讓他愛到骨子裏也恨到骨子裏的男人，這一次是以2個孩子父親的身份來跟他進行一場遲到了10幾年的對話。這對離婚夫婦最終在餐廳裏見面了，那是自2011年正式簽字離婚後，他們第一次在沒有任何媒體、沒有律師、沒有經紀人的情況下，單獨平靜地面對面坐下來。場景有些諷刺，窗外是見證過他們愛情的太平洋，窗內是2個已經不再年輕、被歲月和輿論洗禮得滿身疲憊的中年人。謝霆鋒沒有像外界猜測的那樣黑面爆舌，反而異常平靜。他先是給張柏芝倒了一杯溫水，然後拿出了手機，翻出一張照片給他看。那是大兒子 Lucas 前2天偷偷發給他的信息。信息裏 Lucas 說：爸爸，我知道媽媽要結婚了，我有點害怕，我不知道該怎麼跟那個叔叔相處，但我又不想讓媽媽傷心。謝霆鋒說，他收到這條信息時正在拍廣告，當場就紅了眼眶。他告訴張柏芝，這些年他雖然缺席了他們的生活，但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關注着兒子的成長。他知道 Lucas 性格像極了他，什麼事都憋在心裏。而張柏芝即將要嫁的那個男人，據他了解，是一個控制欲極強的人。他無法想象一個習慣掌控一切的繼父，該如何去包容一個正處於叛逆期的謝震軒。他說他這次就算傾家蕩產也要來阻止。不是為了什麼破鏡重圓的痴心妄想，而是因為他答應過兒子，無論發生什麼事，爸爸都會是他們最堅強的後盾。而這一次，如果他因為怕輿論、怕賠錢而裝聾作啞，他這輩子都沒臉再面對那2個孩子。那一晚的談話持續了將近4個小時，沒有人知道他們具體談了什麼。但從餐廳出來時，張柏芝的眼睛是腫的，而謝霆鋒的臉色則異常蒼白。第2天，那個原本要舉行盛大婚禮的富商獨自一人出現在機場，臉色鐵青，對記者的追問隻字不提。而張柏芝則被拍到帶着2個兒子，開車去了溫哥華最大的遊樂場。
很顯然，婚禮取消了。謝霆鋒沒有留在溫哥華參加這場家庭日，他選擇了當天晚上的紅眼航班飛回亞洲。在候機室裏，有乘客認出了他，問他是不是來挽回前妻的。謝霆鋒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說：挽回咩？有啲路行錯咗就返唔到轉頭㗎啦。我嚟係因為我係一個爸爸，我要保護我嘅仔，佢哋嘅世界唔可以再亂落去。這句話後來被發到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巨大的討論。比起那個在舞台上摔吉他的叛逆少年，比起那個在電影裏不要命的拼命三郎，此刻這個為了兒子不惜違約、不惜被全網嘲諷控制狂前夫的謝霆鋒，反而讓更多人看到了他作為一個父親的擔當。也許正如他所說，張柏芝配不配幸福，不應該由他來定義，但身為父親，他有權力也有義務去確保兒子們的成長環境不受傷害。這是他離婚時對自己許下的承諾，只是遲到了這麼多年，才終於以一種如此激烈的方式兌現。而對於張柏芝，這場被攔腰截斷的婚禮，或許是一種解脫，也或許是一種更深的禁錮。但無論如何，他和謝霆鋒之間那段糾纏了20年的愛恨情仇，在這一刻，似乎終於因為父母這個共同的身份，找到了某種沉重而複雜的平衡。